滿城佛光園由滿地可佛光山佛光會聯合製作，文秀為主持。好，歡迎收聽滿城佛光園，我係文秀慧。喺直播室現場呢，有我哋佛光山滿地可慧唔止嘅輔導法師余廣法師，師父吉祥，上位吉祥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吉祥。好開心，今日咧就請師父幫我哋講一個經典故事咧，就係佛陀咧點同大家開示啦。但係呢個咧就稍微長咗少少，但係咧就希望師父就同我哋開示啦。咁啊，今次呢個題目叫做七支善法，係咁啊，七支就係七樣嘅事件啦。咁其實咧佛法有好多名相，咁我哋了解一下咁就得噶啦。咁啊，呢個係佛陀嘅年代啦。咁啊，講到有一日佛陀就喺舍衛國祇樹孤獨園嗰度，就同所有嘅比丘就講究竟安樂嘅辦法。咁啊，秀慧，你想唔想有究竟嘅安樂啊？都當然想啦。係啊，因為我哋世間嘅財富啊或者名位其實都係有限嘅，亦都帶唔走。但係有咩先係真正嘅究竟啊？即係安樂嘅呢？咁啊，佛陀就同所有比丘講啦。佢話咧，我哋修學佛法要知道能夠了解咗七樣嘅法，咁依止呢個法嚟實踐啊，咁你就會得到安穩同埋精進嘅道行，就能夠斷除煩惱噶啦。咁啊，佛陀嘅弟子聽聞之後，咁啊，梗係問佛啦。佢話佛陀話咩叫係七種法啊？咁啊，佛陀就講呢種七種法係乜嘢啦？咁啊，第一樣呢就係知法，咁啊係佛法個法啦，知道佛法。佢話要知道教法係分為長行、重誦、記別、伽陀、自說、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身、方講、希法。咁其實呢啲全部嘅名詞都係論義嚟嘅。咁啊，總共就有12種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讀到佛法名相嘅時候呢，可能都明白呢啲係乜嘢噶啦。咁啊，第二樣叫知義。知義就係經中裏面一切嘅文字語言，你都能夠好明白佢嗰個義理嘅。咁第三樣叫知少，就知道個時係乜嘢呢？就係知道用乜嘢方法嚟適合自己修行嘅。咁啊，第四樣就係知節，咩節呢？就係節制嘅節啦。就譬如飲食啊、醫藥啊、行住坐臥，咁我哋就要知道點樣節制啦。咁啊，你諗下，我哋而家一日到黑咧過量飲食啦，同埋衣服啊，所有嘅物品係輕易咧隨便都可以買啊，同埋又可以網購啊。咁佛陀話，其實呢啲都要知道節制嘅。咁啊，第五個就係知己啦。咩叫己呢？佢話要知道自己信戒、聞思、道德同埋辯才呢個了知嘅，自己要識得明白。咁啊，第六樣就係知眾，眾係咩呢？就知道大眾。咁啊，懂得大眾有分啲乜嘢呢？就係人有咩種姓啊，或者你嘅身份嘅差別啊，同埋知道大眾咧應該點樣同佢哋應機說法，回答大眾嘅問題。咁啊，第七樣就係知人尊卑。咁我哋其實好多時唔係好識得尊卑嘅。咁啊，佛陀就同我哋講啦，要知道人哋嘅德行嘅優劣。即係譬如人哋已經係一個非常年長嘅長者，然後可能佢又係大學嘅校長啊，或者咩教授啊，或者有咩身份啊，我哋了知人哋嘅德行，我哋都要有一個尊敬。咁啊，佛陀又講要知道人嘅尊卑優劣呢，咁佢就要了解世間上有兩種人，咁一個就係有信仰嘅，咁一個就係冇信仰嘅人。咁我哋應該要稱讚有信仰嘅人。有信仰嘅人又分成兩種，一種就係成日親近道場同埋沙門，即係法師啦；一個就係不樂於親近道場同埋沙門。咁啊，又喜歡親近道場，又喜歡親近沙門嘅人，就係值得人哋去稱讚啊、讚嘆嘅。咁啊，喜歡親近道場嘅人，又愛敬沙門，但係有啲人就係不愛敬沙門，然後愛敬沙門，又能夠分成好聞經法。但係有啲人又唔想聞經嘅，就有分呢兩種。咁好聞經嘅人又有分成專心聽經同埋唔專心聽經兩種。咁專心聽經呢，又分為願意去受持同埋唔願意去受持兩種。咁啊，願意去受持佛法又會分成係了解經義同埋不如法了解經義呢兩種。咁
咁如法了解經義嘅呢，又分兩種嘅喎。咁呢一種呢，就係只知道自己修行，知道自己要安心，但係佢唔會安別人嘅心，亦都唔會哀憫呢個世界嘅人，亦都唔會饒益天下嘅眾生。另外一種人呢，不但能夠安立自己，亦都能夠令人哋得到安心。咁呢啲就係使天下嘅人呢能夠安心，哀憫世間，饒益大眾。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好似呢種發大菩提心、安立一切眾生嘅人，先係人中最上乘、最尊貴嘅人。就好似嗰啲牛乳啊，即係牛奶啊，要提煉成為酪啊，咁呢嗰個酪又會成為酥嘅，咁嗰個酥又會轉變成為醍醐啊，咁醍醐先係最上乘、最上等嘅。所以好似剛才所講咁啦，我哋要安立一切大眾嘅聖人，先係值得大家普天下去敬仰同埋讚歎嘅。咁啊，比丘聽完佛陀嘅開示之後呢，大家就好似飲咗甘露咁，咁樣就歡喜順受。咁我哋就再總結一下，就係華嚴經裏面有講到，菩提心者猶如妙花，一切世間所樂見故；菩提心者如善見藥王，能破一切煩惱病故；菩提心者猶如伏藏，出功德財無匱乏故。咁啊，菩提心者咧，猶如湧泉啊，生智慧水無窮盡故。所以佛陀呢種不求自利，而後幫助所有天下嘅人，咁佢呢種胸懷，先係最崇高同埋最究竟嘅精神嘅顯露。多謝晒師父。咁頭先師父咧就同我哋解釋嘅係七支善法啦。咁總結，其實我哋要多發菩提心同埋多發心噶啦。冇錯啦，係啦。多謝晒師父。咁我呢度咧就同大家宣布下，3月16號咧就有大悲懺法會。咁時間咧就係9點半，大概到12點半啦。咁就歡迎大家嚟參加。咁另外一個呢，就係我哋嘅清明法會啦，咁日期就係3月30號嘅，咁就係10點開始嘅法會。多謝晒師父，咁亦多謝大家嘅收聽。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問題，可以打我哋嘅查詢電話係514-721-2882。我哋下集再見咯，拜拜。手提前